最近呢，李家嘅衝突啊，可以話係全香港嘅人呢都關注住啊，就連呢娛樂圈嘅老前輩們呢都紛紛咁樣出聲表態。而喺以前嘅錄音檔入邊呢，李永漢呢曾經透露過呢自己中五都未畢業。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Case 啦。咁呢個頻道呢會同大家講一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相關嘅。有興趣嘅朋友呢都歡迎大家呢留言啦、訂閱啦、點讚同埋分享嘅。亦都希望大家呢就呢個影片嘅內容入邊呢，就喺評論區嗰度就留言作出評論啦。如果覺得啱聽嘅朋友呢，都歡迎大家呢課金留言啊，鼓勵同埋支持我嘅日常創作嘅。咁就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今日嘅話題啦。最近啦，李永漢呢就話自己連中五都未畢業啦，就強調自己呢就中五做 sales 都冇人請啦。其實係咪真係咁絕望呢？換翻轉頭嚟到講其實中五都未畢業啦，喺香港呢一樣可以有好多出路啊。今日呢我就同大家講下啦，中五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工啦，或者點樣揾工，點樣增值下自己呢？就希望李永漢呢就唔好用呢個中五都未畢業呢個做一個借口去唔揾嘢做啦。如果聽緊節目嘅大家呢，有人嘅學歷呢可能仲低過中五嘅話呢，都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下你人生啦。就算中五畢業都好啦，我相信喺香港地呢有手有腳就唔餓得死人嘅。講真啦，香港嘅無論係樂壇又好啦，娛樂圈又好其實係咪真係咁好景呢？唔少嘅歌手啦，或者啲藝人朋友好多時候呢都有呢個開工不足嘅問題啊。早年成日都聽到吳浩康呢，雖然係唱歌啦，但係都再去做地盤啊。又或者啦，大家成日攞嚟笑嘅呢個世紀賤男張志恒啦，都一樣呢會幫手落去送貨啦、搬貨咁樣啊。雖然而家睇張志恒呢就好似好肥好腫咁樣係翻去十幾年前嘅時候呢，張志恒的確都係一個靚仔嚟噶嘛，後生嘅時候。除此之外啦，其實各行各業就算 TVB 嘅一啲藝人甘草演員都好啦，其實間唔中都會聽到有啲演員呢就出去做 part time 嗰個 part time 呢就並非呢就係同演戲啦或者演藝或者娛樂圈相關嘅，而係一啲同完全唔關嘅行業呢，佢哋都會涉獵到嘅。最 worst 嘅情況呢，曾經聽過呢就係保安都有咁所以啦，就算係李永漢自己都好係咪都係時候要放低自己嘅身段啦，或者放低自己係李永漢呢一個人嘅名稱或者包袱呢？雖然啦，其實喺香港嚟到講中五呢未畢業呢都係屬於一個較低嘅學歷啊。特別係呢，我而家呢轉咗呢個334學制之後呢，其實好多時候最基本我哋都可能會有個中六嘅畢業啦。都有啲額外嘅出路嘅，就好似呢，譬如前排啦，姜濤呢曾同大家講啦，當時呢就話自己中一都未畢業啦，及後呢都更正咗嘅。其實呢，事實上嚟講佢有收到一啲職業訓練局入邊嘅一啲職專文憑咁樣啦。咁喺讀呢啲職專文憑嘅過程完成咗之後呢，大約呢都係一個中六嘅學歷嘅，其實都可以駁翻上去高級文憑咁樣所以就算呢係香港頂流都好啦，其實呢坦白講學歷都唔係特別高咋嘛。翻轉頭問一個問題就係，咁係咪高學歷就大晒呢？高學歷呢的確係有啲優勢嘅，始終呢就好似攞咗一張入場券咁樣當然啦，高學歷呢就容易啲揾工啦，同埋有機會呢揾工嘅時候呢，議價能力呢都高啲揾嘅錢亦都多啲啦。但係呢，坦白講你李永漢呢本身呢，你就已經係鼎爺個仔啦，都已經呢叫做有一半啦或者1/3含住金鎖匙啦，含住娛樂圈嘅血出世噶嘛。而話細個其實就已經跑贏晒大家嘅機會啦，細個做童星嘅時候呢，就已經大家都認識如果唔係啦，就唔會去到而家呢，大家都仲會攞翻你童星年代嘅嗰啲片段出嚟講啦。咁就翻啦，目前香港嘅就業嘅市場情況雖然你話自己呢就連 sales 都唔請啦，咁但係其實零售業都好多職位嘅，餐飲又好啦，或者真係物流啦、客戶服務啦、保安呢等等呢入門嘅職位呢，其實個需求都仲係有喺度話就話 AI 越嚟越普及啫，但係就香港市面嚟到睇呢，其實暫時嚟到講AI 呢都未係可以取代到嘅，最起碼啦物流嗰啲嚟到講呢，而家 AI 都係未可以搬到貨嘅。咁而李永漢嘅情況嚟到睇啦，即係叫做有一個背景啦，咁同埋叫做年紀比較大呢。咁雖然年輕人士呢入行就梗係好啦，咁肯學肯做有體力有優勢
勢啦。咁但係我哋不嬲都強調啊，做工咧就最緊要咧就係個心態好重要啊。畢竟啊，第一份工咧就唔係一個終點嚟嘅，起點嚟嘅啫。咁如果我哋又可以喺第一份工嗰度咧打到一個好嘅基礎，咁慢慢去發展上去個事業度咧，都唔係一個壞事嚟嘅。都係嗰句啊，最緊要咧就係認清自己啊，認清自己係邊個啦。人貴咧就係自知啊，只有咧清楚自己嘅人咧，清楚自己喺咩地位啦，或者咩身份嘅人咧，咁先咧可以做到更加好嘅成績出嚟嘅。都明白嘅，做咗咁多年全職兒子啊，李永漢你一時三刻咧的確係好難去接受啊。或者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嘗試揾下一啲咧叫做入門快啦，而且人工穩定啊，適合即刻揾工嘅工作啦。嗱，如果要求低啲嚟到講啊，香港地咧其實都揾下一啲店務助理啦，或者一啲零售啊助理等等咧，咁我相信咧月薪咧可能都有可能萬零蚊啦、15,000蚊咁樣起嘅。咁其實再加埋有陣時有機會有啲佣金咧，其實都唔錯嘅。另外啦，如果抵得諗啲嘅，唔怕辛苦啲嘅，做下餐飲嘅侍應啊、廚房嘅助理啊、嗰啲執馬仔啊，甚至乎送下外賣嗰啲咧，其實有16,000蚊咧，相信都係有可能啊。加上咧有鼎爺廚房啦，或者鼎爺煮嘢食嘅背景去加持咧，做餐飲啊，你應該係得心應手嘅。咁亦都有提及過啦，啲人工相對好多少少嘅，咁但係辛苦少少嘅，例如係物流啦、倉務啦、送貨呢啲都得啊。加上啦，你李永漢咧，我記得鼎爺講過噶嘛，你好大力噶嘛。除此之外啦，保安啦或者物業管理咧，呢啲都可以啊，有輪班嘅。咁但係咧，保安咧可能就或者物業管理都係啦，可能啊你態度差得滯咧，就容易得罪人哋啊，俾人哋投訴你嘅。我講呢啲工咧，好多時候啊出嚟打工咧都係委屈噶啦，都係要放下身段噶啦。希望李永漢你明白啦。另一類咧就係譬如係做一啲客戶服務嘅前台嘅工作啦，可能咧呢個就唔係好使出樣啊，所以咧都有啲機會嘅，即係可能係 call center 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係一啲美容中心嘅一啲助理啊，或者健身中心嘅助理啊，幫人哋去執下單啊，執頭執尾咁樣咧，或者都有機會嘅。加埋你都叫高大啊嘛。另一個就最經典㗎啦，體力勞動啊，汽車維修員啦。咁相信咧以李永漢你嘅身形啦，或者你嘅體力啦，汽車維修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選擇啦。又或者真係要放低自己啊，由零開始起步嘅話咧，做譬如一啲電工學徒啦。咁呢啲咧其實都有政府嘅一啲資助喺入邊嘅喎，即係話咧你有機會咧係一路讀啦就一路揾錢啊，或者一路讀啦就政府一路有資助俾你啊。咁其實都係唔錯嘅選擇啊。跟住咧就翻去啦，譬如好似係阿張志恒啊，或者吳浩康嗰一種啊，都係叫做建造業啦，或者一啲地盤助理咁樣。呢啲咧就相對需求大啲啦，咁但係體力都會辛苦少少嘅工啦。另一種咧就係都係辛苦啲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啊以前咧都曾經翻過 part time 咧，就係去油站入油啊。嗱，事實上嚟到講啊，油站入油咧就真係大家都唔會睇你嘅年紀啦，唔會睇你嘅學歷啊。好多老人家咧年紀去到好大都好啦，佢都咧可以去油站度係做入油嘅。咁咧如果你時間做得耐啦，或者經驗做得耐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得喺個油站嗰度升下職嘅。咁指指點點咧都可以做得到嘅。咁都啱你李永漢啊，都叫做啊 under 咗個老細之下咧，咁就喺油站其他可能都有10零人啦嘅員工之上啊，都可以指指點點啊嘛。其他嗰啲咧辛苦少少啦，但係咧需要都係進修下啦。例如啊一啲髮型助理啊、紋身學徒啊、寵物護理啊呢啲啦，又或者咧都係做翻我嘅行家啦。會唔會做下 YouTube 咧拍下片啊，經營下自媒體呢啲啊，同人哋介紹一下你嘅生活咧，相信大家都有興趣睇嘅。如果啊李永漢開 YouTube channel 嘅話咧，雖然就會引爆一波炎上啦，但係啊相信大家都好好奇啊，點樣有個仔咧可以食住鼎爺啦？內容性咧同埋話題性啊，都一定係夠爆噶啦。講到尾啊，其實咧都係可以揀一啲咧增值自己嘅課程啊。如果冇錢嘅話咧，都可以揾下一啲免費啦、資助嘅計劃啊。政府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資助嘅課程啦，去俾大家去讀嘅一啲 ERB 嘅課程，一啲僱員再培訓啊嗰啲課程都會有俾大家。學一技之長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啦。你無論係話剪頭髮又好、美容又好、焊接又好啊 ，even 廚藝啊、basic 嘅 IT 技能都好啊。又或者啦，邊做邊讀咧，其實都有好多 part time 嘅課程啊，同時間俾你累積工作經驗都係緊要嘅。咁講真啊，如果你死死地氣低聲下氣啦，跪一跪鼎爺啊，同鼎爺講係我做緊㗎啦，但係一時三刻咧改變唔到個使費
啊，都可能揾鼎爺幫幫手。我相信啦，鼎爺又好啦，或者細佬又好咧，都會幫啩。再唔係落咪去揾政府支援咯。其實勞工處就業中心咧都有啲啊就業起點啦，或者一啲培訓嘅課程啊，相關嘅咧都可以俾大家咧叫做鍛鍊一下，或者重新出發嘅。講到底啊，中五未畢業咧，其實就真係唔係世界末日㗎。從來啊都係態度啦，或者個行動啦，或者行為係最重要啦。喂，咁講真啦，大把嘅成功人士都係由基層開始做起㗎啦。咁所以啊，其實我俾阿李永漢嘅建議咧就係，喂，45歲啫，成世人流流長啊！如果你有90歲命啊，45歲只係行咗一半啫，咁都仲有得翻身啦。對於好多人嚟講啊，其實45歲都仲係好後生啫。不如啦，就真係低低地認衰仔逛一煲之後呢，就真係重新去審視一下自己嘅人生啦，重新咁樣過好佢，活得一個精彩啊！俾幾個小朋友面前呢，都做一個良好嘅榜樣，咁先係重要噶嘛。咁今日呢嘅影片啊，就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收聽啊！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